欢迎收看福喜来的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今日睇路况係咪常常看到一啲呢足油店的安尼一啲店面？你這個伫足油店底部係買乜嘅東西冇？其實足油如果桌上的遊戲，如果講嘅一種講法來講嘅話，以前係等打碟牌啦、象棋啦、打麻將，都可以講係一種足嘅方面幾高嘅一啲東西。但是而家足油伊也會範圍越來越大嘅，幾多嘅家長無論幾多先生，佢想用足油來提升我等成年的一種學習嘅能力，同時推動希望講利用足油，必定同其他人有一些溝通，有一些互動。你今日有想到來賓係啲面容強藝術有限公司嘅人企嚟到個現場。伊哋都專門去設計嗰種可以提升學習能力的足油哦。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呢 Kiwi 來到現場，歡迎 Kiwi。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六堆的啟維。Kiwi， 你看好了幾年強了？你多年次啊？75年次。幾年強？但是問題係75年次嘅話，當初都我想講愛設計我哋嘅足油咯。這個本來係如何樣教育的哈？其實我以前是念理工科系啦，其實念電機系。那我們當年到現在也是非常熱門的科系。可是這個一路走來念書念下去，發現說這個好像不是我的興趣啊。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現？其實這個跟我當年出國是有關係的。可是你喺國外時發生什麼事情咯？其實在國外的時候沒有特別有任何的一個單獨的事件，可是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說我觀察到像美國的學生他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念得非常的快樂的，很難想象，因為我們都會覺得念研究所是蠻辛苦的一件事，可是他們學生去念可能已經畢業了5年，他們回學校念書，其實這是他們的選擇，就是他們想要念這個東西。反而是台灣的小朋友過去，那個時候已經大學畢業了。我們過去的原因是因為可能成績比較好啊，可能未來的工作就業比較好，所以我們去那邊念書好像是一個任務，一個有點像工作這樣子。所以我發現這個很大的差別，我就在想說，是不是在我們的教育的學習的過程中，有什麼樣子的問題，讓我們沒有辦法發現說這個讀書或者是做一件事情的樂趣在哪裡？可是你變成講你喺讀碩士嘅時間，你發現了一啲喺學習上面，東方同西方冇同樣。像頭先講嘅，其實西方人可能工作以後能去讀碩士，但是佢讀得快樂，因為係現實的嘛嗬。但是對東方人來講嘅話，如果順勢嘅讀上去大學畢業，可能要做邊係咧係，如果因為成績幾好，然後可以去外國讀書，但是你發現你這個冇像一樣快樂。但是問題上我想講嘅話，你這個讀嘅係啲天氣，嘛讀嘅係可能係相關嘅一啲碩士，古來應該會有幾好嘅發展。但是問題係你做乜個標嘅天氣唔做去做一件事情？我當時的感覺是覺得越讀越覺得興趣啊，跟做的事情還是要有一些關聯。可能不一定對每個人都是這樣子，但是對我特別是我覺得我有興趣，我才可以做得越來越好，我會有成就感，我會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去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就發現我當時做的選擇就是念電機系，這個原因是什麼？所以我們最後去想往回推，就想到說，是不是在我們的學習的過程中，有什麼地方是不足的、不夠的？那可能這個是我們例如說東方亞洲的教育的方式跟西方美國的教育的方式的不同，但是對我來說，我當時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們就最早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做桌遊，我們其實最早的時候是在做幼兒的教育我們是做幼兒的課程營隊工作坊，我們想要做一些比較有創意性的東西，讓小朋友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所以他們知道說，這一些我舉個例，例如說像工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我就覺得說，我好像念書念到後來，有些東西很好玩，可是我忘了這些好玩的東西是在那邊，我就變成都在算數學，都在寫公式，背公式寫公式。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建立，让他们知道说这些知识领域、学习的领域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也係咪講，因為從安尼人嚟講，等於講，其實喺讀書嘅一條路向係幾順遂嘅，唔等嘛可以提供讓我把書讀好。但是回過頭來，你就發現講，其實讀書嗰種唔係一件事情，讀書應該有一啲佢本人感覺到佢樂趣嘅地方，佢快樂嘅地方，唔係講佢人佢單純佢無聊去讀公式啦，去開幾多樣樣去算嘅東西，應該。學習地方我有個快樂地方，嗰時我哋會希望講，係咪用乜嘅方法把一條快樂嘅學習地方嘅快樂本身引嚟啲？我覺得的確是像主持人講的這樣子，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考試啊，就是我們的成績。可是這個成績其實如果用 maybe 用對的方式，我學這些電機、物理、數學，用正確一點的方式，我可能可以從中獲得很多快樂。可是我發現，在過去這個過程中，都沒有人跟我們說，這個裡面的意義是什麼？它的開心的地方是什麼？所以我們一路學習過來，我們唯一的開心只有一件事情啊，這個非常的其實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情，非常遺憾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快樂是來自於考試考得好。所以很多的像包含我的同學，或者說我們考試成績不錯，我們就覺得自己對這個學習是有興趣的。可是當我們越到，例如說到研究所，到未來工作，我們不可能永遠都是成績好的那一個，因為我們可能到的環境比較競爭，大家比較優秀，我們不可能永遠是好。所以到那個時候就會發現說，其實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做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的不確定，非常的茫然。嗰種講到一件事情嘅話，我想阿明哥無從一定快樂啦，我哋一定是講考嘅成績好我鬼快樂，然後學習嘅時候嘛鬼快樂，我相信我學習嘅時候冇個鬼快樂，考我冇講鬼快樂啦。但是我相信伊頭講出嚟嘅鬼重要一點嚟講，因為下一班入沙飛嘅時間，你會發現講沙飛地方會讀到挑戰，唔像我哋以前考試一樣嘅，其實考試有啲範圍，有啲地方，睇下我考完嘅東西，我用嚟計題。沙飛有個工作，有幾多東西冇範圍冇計題，但是我哋一天會讀到唔好嘅時間。嗰種我哋以前因為考試能得到快樂一件事情，睇下一班讀到沙飛讀到唔好嘅事情，讀到做唔好事情嘅時候，我哋都唔快樂嚇。其實好多前面講嘅一啲東西都講，嗰種我哋當初喺學習嘅時間，我哋提講學習地方有也快樂，考好當然係快樂，但是學習一件事情係快樂嘅時間，下一班讀到沙飛。唔讀到某個事情，其實我發現唔管你成功還是失敗，都係一種學習都係快樂嘅。所以說，從這件事情，你就會開始希望說，是不是從學習裡面得到快樂這件事情，反而是說你最後考幾分得到快樂，還來得重要。好，我們希望讓小朋友感覺到的是說，學習跟發現、探索知識這件事情本身是快樂的，而不是說我們探索知識，我們獲得了成績，我們獲得了好的學校學位，這個成果是開心的。我覺得那個開心是有點短暫的，而且那個開心可能會在某個階段，例如說出社會遇到挫折的時候，那個東西不一定有了嘛，那樣的成就感不一定有了。而即使這樣子，即使在這種壓力或挑戰之下，是不是可以從這個學習中，或者是自己的提升裡面得到開心？這個是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給小朋友的這些營隊活動，甚至說後來開發的這些產品，從這些用這些方式讓他們感覺到開心。但是問題係，你這個本地嘅專業係天機啊，咁你這個等於係某一個兩百來到我哋呢所謂教育設計嘅時間，你幾時係開始用嚟去參加發現教育設計地方一個重點咯？我當時在美國念書的時候，我就發現說，我們大家念書的目的不同，我們的目的是可能是為了要趕快畢業啊，有一個學位啊，可是他們的目的是他們覺得念這個東西很有趣。我就想說，那過去當時20幾歲嘛，過去20幾年來大家的經歷有什麼樣的不同？所以我們就開始回推，就是到底在哪一個階段我們比較可
可以影响或者是改变孩子的思考的方式。所以我们最后就想到，可能年纪不能太大，可能国高中以后大家都着重在升学，所以我们最后对象我们选定在幼儿到国小这样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家长比较有机会或者比较愿意让小朋友去尝试一些所谓的课外的这样子的活动，或者说课外的这些体验。那我们当时2011年开始创业，我们那个时候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当时在台湾做教育新创、教育创业的其实是非常的少的，那包含产品的设计啊、营队活动啊，都还是可能跟20年前、30年前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要在这个教育的创新里面去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就想说，年轻人啊、科技啊等等的文化领域也都有很多创新，那为什么教育没有？所以我们当时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可是嗰時你成立的更加的公司，綿羊看醫是有限公司。你咪同咱觀眾朋友紹介好講，譬如講，你的綿羊看醫是有限公司底部係做乜個東西？冇那個能作為乜個產品？最早我們創業是從做課程活動開始，那我們就是親自去面對小朋友。後來我們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都很有創意，可是我們今天不辦活動，小朋友就沒辦法體驗到了，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創意把它打包起來，我們叫做百寶箱，也就是綿羊犬最早的一個產品的系列。那裡面可能是有積木、有益智玩具、有 DIY 創作等等的這樣子，變成一盒一盒的產品，我們會寄給小朋友，寄到家裡面去，家長帶着小朋友一起動手做，一起學習。那這個是綿羊犬最早的產品的發展，大概做了3-4年，後來我們開始做桌遊，就發現桌遊可以包含好多的知識的主題，像我們今天帶來的這個幾個遊戲是以環境的題材為主，以台灣本土的題材為主，甚至我們做到現在，我們把台灣的這樣子的可能是環境啊、大自然的概念，我們帶到全世界都還蠻受歡迎的。可是等於講，你開始以來的時間，還是親身的去提供，或者未來消費者其實希望話東西慢慢讓開始轉變自家要產品的設計。雖然講通俗歸順勢的起理，其實還是希望講把學習的樂這種快樂，可以用教的方法來帶給我哋生意呢。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的起理，我同人講，伊來作用設計的某東西。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賓來自屏東綠隊嘅起理，伊想把學習嘅樂趣擺表啊，人哋教嘅東西地步，都喺我哋作用。呀，檔節目哦，我哋嘅起理都係同我哋紹介3種伊能設計出來嘅作用哦。起理，你係咪同我哋紹介第一點人設計嘅作用好冇？這個台灣特有種是我們最早開始設計的桌遊。那我們當時是想說，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遊戲，去介紹台灣的野生動物給小朋友。小朋友最喜歡動物嘛，那我們就想說，小朋友認識一些動物，但他們有沒有認識台灣的動物？所以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我們就會放像石虎啊、梅花鹿啊、台灣黑熊這些很有名的明星，我們叫明星物種。可是我們可能會再加一些稍微大家可能聽過但不熟悉，像是帝雉，像是黑面琵鷺這些小朋友甚至家長他聽過但不一定知道的動物放進去。那我們介紹它，除了介紹動物，我們也介紹它住在哪裡。例如說，台灣黑熊它是住在高海拔的山區。對，所以這個遊戲裡面，我們是想要傳達台灣的動物，它的居住的棲息地。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說，這些動物是不是瀕臨絕種的？它們是不是保育類的動物？所以這個遊戲裡面包含了很多的保育相關的指標，例如說，這個卡牌上面看到的這個愛心呢，它就是代表動物稀有的程度。那可能綠蜥龜我們都知道現在是受到很多的威脅，所以綠蜥龜這個愛心就會很多，所以小朋友在玩的時候就會有感覺，這些動物是比較珍貴的，比較難遇見的。
但是就像我的书放在伊的卡牌样吼，也像我讲，以前我打的牌时间嘛，我会上面说，有几多位科技棒啊、stop 啊、网络嘛，个个的风头来的。但是问题係我想問下 Kiwi 講，因為你即個講嘅東西其實係啲算是幾嚴肅嘅東西，譬如講，我哋有乜嘅動物可能會已經會滅絕嘅，有乜嘅動物其實希望它嘅人嘅保護，還有動物係喺度睇下，其實也係啲幾知識性嘅東西。但是雖然講設計嘅啲牌，但是按樣嚟去教呢，其實教應該係那個重點吧。我們設計的東西其實真的跟主持人講一樣，玩真的才是重點。我們的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說，小朋友他一定要先對他有興趣，他才會去理解他的知識。OK， 這個就跟我們的在一般的學習的過程不同。學習的過程是說我先給你知識，好不好玩你自己決定。我們就是不希望這樣子這樣的結果就是大部分的小朋友，我們說大部分的小朋友他如果不感興趣，他又會覺得這個又是一個可能在閱讀可能在學習的東西，他就不會覺得這是一個遊戲，他就不會對這些動物感興趣。所以我們怎麼做呢？第一個就是小朋友他可能本來就喜歡動物，所以我們把它畫得很可愛這些卡通的圖案是小朋友會喜歡的。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面有4種顏色，藍色、橘色、綠色跟咖啡色。所以這4種顏色其實代表的是4種生態棲息地。我們如果這是一個本書，它上面可能會寫文字寫國字，可是我們用顏色跟圖案，小朋友可以用看的，他不需要去閱讀去解讀，他就用看的。藍色是什麼？藍色很像水。那像咖啡色我們這個圖案跟小朋友說明的時候，他就看到圖案，這個是不是就是高山？那我們就可能就會問小朋友，或者說跟家長就會問小朋友說，我們上次是不是去露營了？那我們那個地方叫做高山，高山會有哪一些動物？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是跟他的生活經驗結合，還有對小朋友來說，這種卡通化的、漫畫化的這種視覺的呈現方式是他們會覺得喜歡的。我們的設計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我們盡量沒有文字，因為尤其這種知識學習類的東西，你看百科全書就是很多的文字嘛，那甚至說那種學習類的漫畫也是滿滿的文字，我們就覺得說其實包含我自己小時候的經驗，也是讀到這些東西就很像在讀書，就是比較辛苦比較吃力的，尤其現在小朋友都是在玩手機平板。我們覺得我們的競爭對手並不是書籍，而是這一些電子產品。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讓小朋友願意靠過來多一點去體驗我們的遊戲？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讓他是更親切、親近小朋友的。對，如果你這個設計嘅東西講，第一冇文字一手也好，因為其實尤其係頭先講嘅，讀書以前嘅生意其實以認識的事嘛冇幾多啦哈。第二，如果用一種更明顯的色色，好，來幫我哋生意嚟講，也可能係某個東西哦，可能係水哦，可能係奶哦，然後慢慢的提供，其實我哋通過喺個地方冇共用，好，然後冇共用嘅地方可能都會有冇共用嘅通貨，有冇共用嘅通貨，有啲東西已經改少，有啲東西還改多，哈，嗰時其實用我哋嘅方法嚟幫我哋生意啲，較高嘅方法咯。台灣特有種它玩的方式啊，因為它是給比較小的小朋友，我們就會說它是有點類似打風，它就是擲骰子去前進啊，所以它就是比較運氣成分的，然後你再去抽卡你可以決定要不要認養這一隻動物，所以它的邏輯概念是很簡單的，但是它有一個地方是說，我們是強調有台灣分成4大動物棲息地啊，就是從水域包含河川、湖泊、海洋。然後濕地是例如說紅樹林，例如說沼澤地，然後丘陵是低海拔的山區，然後高山就中高海拔的山區，我們把它分成這4種，所以玩家扮演這4個棲地的角色的時候，他要盡量收集自己棲地適合居住的動物，這樣子分數會比較高一點。嗰時其實喺高嘅地方，一路地講睇我一兩個地方有某個通貨，搞到我數多一度通貨的話，我分數都一個。嗰時其實還是有啲比較，一種比較帶來一種快樂，一種學習。咁你話，你這個係咪同我哋小嘅天意嘅我哋嘅作用好冇？這個海洋危機是我們2年前1年多以前開發的產品。那時候我們從最早
可能做了几个台湾主题的游戏之后，我们就决定我们想来做一个世界全球的主题。全球，什么叫全球主题？有什么东西是全球关心的？所以那一年呢，2018到2019刚好是有很多人在讨论环保的议题，例如说气温暖化，然后垃圾、塑胶这些的议题，不止台湾，全世界都在讨论。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游戏叫海洋危机，我们就讲说海洋是全世界共同使用的，所以海洋的污染呢，不是说外国污染我们台湾就没事，台湾污染美国就没事，都不是。全球的海域是互相连通的，所以海洋危机这个游戏我们设计的目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台湾人也关心，外国人也关心，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世界级的游戏。也要做有这个搞的方法是什么呀？海洋危机这一款游戏呢，它的游戏方式很特别，我们叫做合作型的游戏。一般的游戏像是我们玩扑克牌，我们就是谁分数最高，或者说谁把谁打败。而其他的游戏，例如说也都是有一个赢家，其他人就是第2名、第3名。但是海洋危机不一样，它是全部的人一起过关，或者是一起输掉。为什么我们这样设计呢？就是跟呼应刚才的主题，海洋是全球一起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是说，要团结啊，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做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游戏里面，它的故事是说，河流会一直带着垃圾，然后到海里面去。那到海里面去之后呢，这个垃圾会跟着，我们有一个转盘，那个转盘就是代表洋流，也就是说，垃圾它是会旅行的，它会漂流，它会飘来飘去，它飘个几万公里。最后呢，它会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叫做太平洋垃圾带。这个地方是在太平洋的东边，它有一大块区域、大片区域，大概台湾的好几倍大的这样，台湾的几十倍大的这样的区域，那边飘满了垃圾。所以垃圾如果在那边堆积如山的话，那游戏就输掉了。所以小朋友或大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要阻止这个太平洋垃圾带的形成。你想同多人讲，也要做游戏时，唔要讲万人会赢，係他個人贏，冇他個人輸。好多像我哋更加，我哋全球面對我哋全球污染嘅問題咁樣，唔好講今日我有一個國家，我完全唔會受到有污染嘅影響，即係個個規劃唔會。一種東西係全球嘅污染，唔即係個個唔好，偏見嘛個個唔好，唔偏見個個唔好時節，唔即係冇冇一點應該好。可是像樣嘅東西，變成講我哋搞嘅世界都等於講我按樣嘅去限制我即個污染。這位偏見希望，如果我用嘅一團偏見共下來合作去減低污染，係咪一種搞法吧？對，這個遊戲合作就是大家要分工，有人是去撿垃圾，有人是去做研發，例如說，我們有一些限塑的政策，那現在台灣限塑政策做得不錯，外國會不會來學習？所以這樣子的互相的合作或分工，其實是有先有後，但是最後大家是可以互相團結，一起把這個保育做好的。嗰種從多人來講，因為也係一款作遊戲嘅設計係希望講同全世界人有啲共同嘅話題設計嘅，咁也要作遊後來買個國外下，一定大部分人嘅風評一樣咯。海洋危機這一套遊戲啊，我們目標就是希望全球。結果真的外國人蠻喜歡的，所以我們在做國外的群眾集資，就有點像是做全球的預購的時候，反應非常的好。例如說有在澳洲的他們是做海洋研究的大學實驗室，他們就買了好幾套，要在實驗室玩，當成他們的一個學習，或者是說他們可能會用這個，他們寫信跟我說，他們可能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把他們的研究做成一些教材去帶小朋友體驗，所以這樣子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互動。那當然後來在這個遊戲預購發行之後，受到蠻大的好評，因為我覺得這蠻有趣的，我們覺得說我們就是開發一個有知識主題遊戲，對外國人來說，他們反而比較少這樣的遊戲，因為他們做很多桌遊都是比較休閒性質的，所以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結果我們反而做得比他們更好。
那后来像德国的埃森桌游展，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桌游的展览，大概是例如说台北国际书展的5倍的大的规模，他们就有邀请我们去官方的论坛做分享，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做这个环境保育做得还不错。那后来到今年这个海洋危机，我们有被邀请到大英博物馆，他跟我们签约，他想要贩售这一套游戏。就是等于讲嘛，其实嘛，係另外一种嘅台湾之光呢，吼。可是冇想到，其实伊哋看到個簡單嘅桌遊嘛，可以把桌遊做到全世界人都知哦。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咪一款桌遊唔成手機哦，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面 Kiwi 同我哋小姐一陣公司設計嘅兩個桌遊，伊哋更加同我哋小姐第3個桌遊。Kiwi， 那你的第3個桌遊係乜嘅？在我們海洋危機推出之後呢，我們就發現說我們有辦法做一個可以全世界都喜歡的一套遊戲，所以我們就想有沒有可能我們把這樣的主題設定在台灣，可是我們是把台灣的主題行銷到全世界去。所以我們在2020年初的時候就做這款森林守護者。我們這個遊戲的概念就是說，台灣有很漂亮的山的景色，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座由山構成的一個小島，一個島國。所以這一些山巒呢，其實是台灣的特色。台灣那麼小的一座島，有200多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這個是非常驚人的一件事情。那這樣子的景象其實對外國人來說，像我們看那個遊戲是非常非常美的。好，當然我們其實並不知道說外國人真的怎麼樣子看待它，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像我們想象如果今天一座山是大草皮，有小火車，然後山上有積雪，我們就想這是歐洲的山，這是阿爾卑斯山，這是瑞士的山。我們假如想到的是一個斷崖，然後那個都是沙漠，那這可能就是大峽谷，所以這就是美國的山。所以各地區它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特色。那台灣的特色到底是什麼？所以我們在這個遊戲，我們就去尋找這樣的特色。所以我們發現台灣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很濕，還有濕氣很重。所以台灣會有霧，會有雲海。那雲海跟高山，例如說阿里山，例如說玉山，這個東西外國很少見。所以我們想要把這樣的印象呢放進我們的遊戲裡面。第一個，我們希望小朋友可以認識我們住的地方，我們是有這些美麗的景象。第二個呢，我們也希望讓這樣的特殊性帶到國外去，外國人也可以看見，原來台灣的山的這種地形環境是非常的美的。咁種樣嘅一種等於講介紹我哋台灣山景嘅一種遊戲吧，咁應用得高呢？這一款遊戲呢，它的玩法是因為叫森林守護者嘛，山跟什麼會是最密切，就是其實就跟森林，山跟森林還有動物這3個東西是非常的密切的。也就是說沿着山坡會長滿了森林，森林裡面就會有動物，所以這個三件事情缺一不可。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遊戲的時候呢，我們希望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們是要做育苗，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森林復育起來。復育起來之後，我們如果有遇到動物的話，我們要把動物野放。這動物我們希望傳達的概念是說，動物不是留在自己的那個收容所去圈養，而是說它是要野放回大自然。可是野放的時候，它必須要野放到對的地方。例如說，像是台灣黑熊，我就不能把它放到平地去。例如說，可能比較低海拔的，像是石虎，它就不適合住在高山，所以他們有他們適合的森林。所以叫做森林守護者，是說我們要去守護這個高山、森林，還有裡面的動物。嗰時睇下高嘅時節，等於都講我哋雖然喺高嘅當中地方，而它又有地個體驗係等喺台灣嘅山嘅一種特性。
天意你讲，天到也山地方，我哋每一天爱种树嘅，吼，安尼希望我哋咧山其实冇办法喺按到东西。第三你讲，我哋咧通过要爱喺啲构图，吼，低海拔、中海拔跟高海拔，可是唔係每啲通过落喺呢啲空曠地方。第三呢是我哋真實愛保護我哋嘅環境，透過也環境也會作用，我哋可以了解我哋台灣嘅一啲高山嘅情形。但是我從頭到尾我一直感覺到講，唔但當初我一設計嘅作業嘅時間，唔但係可以使用嘅去想用嘅去設計用嘅去完成嘅咯。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了解呀？这个怎麼設計一套遊戲啊？其實我們有自己獨特的這個設計方法，就是主持人一直提到的教育設計。那教育設計它的根本是我們要傳達的教育知識，這個核心的概念或知識是什麼？我們從這邊開始。例如說，我們講到森林守護者，我們想要傳達的是山跟森林還有動物這三者密不可分的關聯。那這個關聯，我們就從這樣的關聯，那我們接下來就會去想說，好，從這樣子的主題，我們要設計怎麼樣的故事？故事是指說，假設這是一個遊戲，玩家要在遊戲裡面做什麼事情啊？小朋友經歷這個遊戲，他要經歷怎麼樣的一個冒險旅程，或者說達成一個任務，他要做什麼事情？這就是我們講的故事。所以森林守護者的故事呢，就是他扮演巡山員，巡山員好忙哦，要顧森林，要顧動物，還要防止有人來盜獵，還要去撲滅森林大火哦，他非常的忙碌。那海洋危機的故事是什麼？海洋危機的故事就是海洋快被垃圾淹沒了，所以我們不得不站出來，要把這些垃圾清除掉，想一些方式去減少垃圾的產生。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故事。那我們再把這個故事它是一個劇情，我們要把這個劇情變成動作，遊戲裡面的動作。所以最後動作完成了，遊戲這樣子，最後遊戲才會誕生。所以我們在做研發的時候，我們要先知道我們的知識背景，所以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讀，可能會花好幾個月的時間去研究這些背景知識，研究森林，研究山，研究動物，研究海洋，研究環保團體是怎麼處理問題的，研究各種各樣的垃圾，哪一些是會有產生問題，哪一些是現在問題有解決的，最後我們再把它發展成一套合理的故事。什麼叫合理呢？例如說海洋危機，它就不適合做一個歡樂的故事，因為畢竟我們在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它不是一個我一直收集一直得分，然後一直成長或者是什麼這種比較怎麼講成長型的故事，或者說競爭型的，因為它是一個本質上是大家一起解決問題。故事等於講，你這個唔單止要去讀幾多書、查幾多資料去提供，唔單止開始要設計嘅故事，伊個背景嘅知識係乜東西，同時你都要考慮到，讓我去教，讓我去好教，讓我去設計一個適合也嘅主題嘅一種教法。故事其實要設計一個作遊戲係冇簡單嘅，咁你應該差唔多有一多員工嚟做一件事情。我們公司的核心的團隊是有7個人。那除了我們公司核心團隊，我們每一個主題，我們又會在跟外面的單位有合作，像是這個海洋危機，我們可能會跟環境保育，例如說地方的環保局，例如說地方的非營利組織，像是海洋保育的組織這一些，或者是海洋生態的老師等等的，我們會跟他們合作。那像是森林守護者，我們這一套遊戲，我們前面就會跟林務局認識的長官朋友，跟他們有一些討論跟諮詢，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可能看新聞看到的觀念不一定正確，例如說新聞都比較常報台灣黑熊，但也有很多其他的動物是需要幫助，需要有人去拯救，需要去收容的，所以我們會去找很多很多的人一起討論，一起合作，才能夠把這樣的遊戲做出來。咁種人家做，我哋講教育設計做運動員嘛，做很多嘅作用嗬。你這個未來呢？對未來有乜嘅打算冇？冇都有乜嘅期望冇？我們公司做過了這一些產品，其實在國內的反應也不錯。其實蠻多學校有購買，目前大概有超過1000間的國小國中都有買過我們的遊戲，在上課的時候使用。那我們未來當然在國內，我們希望可以包含更多的
主题，例如说台湾人会关心的可能历史人文的，或者说环境的主题。那以及呢，我们也能够继续把这些故事、这些有趣的知识游戏带到全世界。因为我哋上一开始节目里边讲的其实你设计也要作游的时间，唔单止係屯數來搶我哋嘅學生嘅，其實你希望係把我哋嘅學生嘅注意力對我哋嘅書記啦，同我哋平板地波相接。咁對鴉片，你這個有乜嘅方法冇？其實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我看到這個要順嘅啦，這個聲音每日睇得嚴到你嘅書記嘅，咁將這個做作業嘛，作為你教育設計嘅人嚟講嘅話。有乜嘅方法可以讓聲音嘅把注意力對我哋書記嘅對我哋嘅平板地波塞走。OK， 身為設計者或者說我們講說出版者，其實我們要跳脫以前的觀念。以前的觀念就是說，我們想要教的東西很多，可是想想看，現在其實不管小朋友或大人，缺的不是資訊。我要查什麼資料，我上網打，比任何教授都講的還要多，還要豐富。缺的不是知識量，而是缺的是知識傳達的方式。所以我們的教育設計的方式，我們是建立出一個知識傳達的方式，我們要引發小朋友的興趣。所以玩這個遊戲，小朋友覺得這遊戲好好玩，接下來他可能會怎麼做？他可能會說，我想了解更多，我想要去山裡面看看。我去山裡面，小朋友去山裡面看看的時候，就會認得說這是什麼樹，這邊可能會住哪一些動物。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知識跟生活的連結。那只有用這樣的方式呢，我們去跟手機、平板這種電子產品去比較的時候，它才會拉過來一點，就是除了手機、平板之外，生活中也有很多有趣的知識，只是要開個頭。那我們的遊戲就是開這個頭，讓他們知道說有這些知識是很有趣的。因為其實頭當你嘅介紹嘅時候，我發現你講，你要俾教嘅東西地方唔會特別講，唔可以一天要變成一個體面嘅人。其實你可以注重我哋講，你這個用嚟去解決人任務，你這個變成一個順山人，你用嚟去解決你這個可能面臨嘅問題。我都想我哋嘅學用地幾樣嘅，你這個要同別人來傾下合作，也係唔係當初你一設計也要作遊嘅時候的歸從我精神。對，在遊戲裡面跟人的互動，其實還不止，還有包含他們的目的是去思考，去達成他的目標，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個東西不止我們的遊戲設計，其實整個現在台灣的教育，像我們知道新聞常常講108課綱，什麼叫做108課綱跟素養？其實在講的東西就是我們不再是傳達知識本身，因為知識太容易取得了，而是這些知識怎麼運用，也就是我知道的這些東西，我要怎麼靠着我知道的知識去解決問題。所以這個是108課綱最希望教小朋友的，所以這也是很多老師頭大，到底要怎麼教小朋友？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這些設計就是其中的一個方式。我哋常常會談到一句話講，學習嘅樂趣，但是其實對今日嘅企業團人講嘅故事裏邊，我哋會發現講，因為對樂趣裏邊有去學習到一件事情，其實學習一件事情唔係困難嘅事情，但是能用去學，其實個重要嘅。今日各位感謝7位來到香港同人講安度作遊嘅故事。謝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有時下午睇下聽下你先生來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我哋好好運動嘅單元咧。今日謝諾夫先生帶領小朋友向下來做一個簡單嘅運動，又是得本不開體驗，還有小朋友感情越來越好哦。也望我哋落來開始嘅哦。腳打開來，手打開來，慢慢地向前面。再慢慢地向後面，慢慢地落來，
慢慢地向來，再一擺哦，慢慢地落來，再慢慢地上來，落來，上來。再來數打開來，前面慢慢地轉15，1、2、3、4、5、6、7、8、9、10，後面15，1、2、3、4、5、6、7、8、9、10，再來前面15，1、2、3、4、5、6、7、8、9、10，後面15，1、2、3、4、5、6、7、8、9、10，再來數標號聲，向上後面轉，再轉後面，再慢慢地轉過來，再轉過來，腰骨挺同，再一擺，轉過來，按你腳打開來，前面一隻腳，圓圓啊，再搬腳，再來一擺，再來變一片哦，相同的再來，再搬腳。再來我哋腳仰向來，1、2、3、4、5、6、7、8、9、10，再15，1、2、3、4、5、6、7、8、9、10。最尾15，1、2、3、4、5、6、7、8、9、10，全身運動起來嘅，也麻我哋都係同步卡小朋友向下嚟做，看乜人最有力，後面師傅你對師傅你哦，準備看他扮一個有力，數用得安尼讓唔幫到，準備好嘅冇？1、2、3，開始個太力呢，先讓你試得輕有力，幫爸爸用力，動有力，先朋友樣嘅相同嘅再一擺再一擺。數拳好來，讓我們幫到。準備開始。爸爸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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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擺係爸爸樣嘅，最尾一擺，來，準備好嘅哦。腳一打開來，讓安全唔會掹到。開始，我哋運動主要培養小朋友同大人嘅感情，唔係名義總係告訴佢哦，我哋運動最好，用力咯，哇！我哋表現有力，掌聲鼓勵，
小朋友用嘅，鼓励小朋友运动。继续，我哋前面日咧去缅甸，我哋一嚟繼續嚟教，日咧去缅甸咧唱運動，爸爸嚟示範，第二咧，日咧樣樣咧地方，我哋先用爬嘅，爬嘅，第二咧攞手腳，用日咧鐵頭，我哋慢慢地行，手腳向下，手腳向下，再轉過來，轉過來，手腳向下，兩隻腳，兩隻手，真簡單的運動，安全又好搞，安尼都是搞生意呢，來，腳，慢慢地來哦，準備好嘅，咱開始，好嘅冇？1、2、3，慢慢地行，開始，開始，手腳，踏步一些，慢慢地踏步，安全第一啦，轉過來，開始，轉過來哦。用爬嘅，嗰度種爬嘅方式，相當嘅好，成功，再第二嘅，他把安尼也嘛要安尼哦，安尼行，爬過來。安尼都完成了哦。好，幫我哋小朋友來做示範，準備開始。非常的好。轉過來。相當的好，成功。再兩個擺一種爬的方式，都係手腳。用過來，我哋把些練習用倒推行，也仲係訓練我哋手腳嘅力量。小朋友來，準備開始，打開來哦，相當的好。再行一擺哦，倒推我哋試看先嚟，倒推，倒推嘅，預備開始倒推，倒推，本身人哋學我哋嘅反應，相當嘅好，來。再來，我哋打下爬，用後背來爬慢慢地坐下來，是得安尼，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練習100都好嘅哦，過來我哋是得變。推，慢慢地爬，安尼都多誒。讓我哋來試看先嚟，幫小朋友來做，慢慢地背你手腳，動作慢慢來再轉過來，打開來，相當的好，相當的好，來，本身也係圓圓所以我哋開落來，
回落來，轉圓拳，天筒，腳打開來，仲唔會觸爽哦。一路按嚟開面天，按好好處。根本呢好好運動嘅單元，教大家如何按嚟用嚟用，按嚟手腳並用，尤其按嚟有時候手冇力、腳冇力，坐定嚟學體不卡，嘛些做按嚟運動，輕簡單嘅運動，有些同小朋友培養感情，幫按嚟運動越來越快樂。根本呢好好運動。大家有快樂嗎？下次見面哦。